今日我哋要學啲咩？第一，點樣編製試算表？第二，試算表有咩用？第三，佢嘅局限。大家仲記唔記得乜嘢係複式記賬？唔記得嘅話，就要溫返第二課啦。複式記賬嘅重點就係喺一宗交易內，借記嘅銀碼要同貸記嘅銀碼相同。譬如喺一個賬戶借記50蚊，都要跟住喺另一個賬戶貸記50蚊，或者借記一個賬戶20蚊，再借記另一個賬戶30蚊，跟住貸記一個賬戶50蚊。總之，唔理借記同貸記幾多個賬，兩邊總金額必須相等。因此喺結平賬戶之後，所有借方結餘同貸方結餘嘅金額總和應該相等。而家就試下將所有嘅賬戶結餘列喺一個清單上面。喺第一行寫上旺仔間公司名稱，跟住就要話俾人知道呢份係乜嘢文件，所以寫上試算表。下一行寫上結平賬戶嘅日子，畫一條橫線，然後寫上借方同貸方，跟住將啲賬戶結餘逐一寫落去。譬如汽車賬，借方結餘18萬，所以就會咁樣寫。跟住現金賬，借方結餘520。對於應收貨款，就要出個總額。譬如旺仔南貨只有2項應收貨款，就應該加埋一齊，即係 A 嘅13000加 B 嘅4000，將個總額17000列喺試算表上。跟住係貸款，屬於負債，梗係貸方結餘啦。如是者，應付貨款都係要出個總數。喺呢個例子，即係 C 嘅7600加 B 嘅2900，等於10500，列喺試算表嘅貸方欄。之前講過，銀行存款同銀行透支嘅分別在於係借方定貸方結餘，所以呢個係銀行透支，因此喺試算表上要寫上銀行透支。最後係列出資本賬嘅結餘。而家試下分別將借方欄同貸方欄各自計個總數，睇下係咪相同先。係嘅話，恭喜你，即係代表喺之前複式記賬，借記同貸記嘅金額係相等。不過咁樣唔代表入賬完全冇出錯，詳情將會喺第3部分講解。點都好，畫埋條線，完成個試算表先。試算表有以下幾個主要功能：一、檢查複式記賬嘅算術準確度，確保借記同貸記嘅金額一樣。二、如果試算表借方欄同貸方欄嘅總額唔相等，即代表複式記賬出錯。但係要謹記，試算表係唔識得自行改正錯誤。三、方便準備財務報表，試算表可以作為準備財務報表提供基礎數據，令整體過程更加簡單同快捷。基本上，試算表只需要借記同貸記嘅銀碼相等，就可以平衡。假若正確入賬係借記 X 賬戶，貸記 Y 賬戶5蚊，但係以下嘅錯誤都可以令到試算表仍然平衡。譬如借記 X 賬戶，貸記 Y 賬戶3蚊，調返轉頭，借記 Y 賬戶5蚊，貸記 X 賬戶5蚊，或者無啦啦出現咗另一個賬戶，借記 C 賬戶，貸記 Y 賬戶5蚊，甚至完全風馬牛不相及嘅入賬，借記 E 賬戶，貸記 F 賬戶1蚊。總之借記同貸記嘅銀碼相等，試算表係偵測唔到錯誤。由此可見，試算表嘅局限就可以分為以下6類。第一，原則性錯誤，係由錯誤會計觀念而引起。例如以現金購買文具，應該借記文具賬，但錯誤地以為係購貨，而借記購貨賬。第二，遺漏錯誤，整個交易遺漏入賬，例如收到陳軍退回貨品予公司，但仍未作記錄。第三，賬名調亂錯誤，
喺同一個分類帳內出現錯誤記錄，例如賒銷貨品與加分，錯誤地借記另一位賒賬客戶嘉欣嘅帳戶內。第四，原始分錄錯誤，即係喺記錄交易嘅時候，最初輸入嘅金額出錯，繼而會影響之後帳目嘅準確性。例如以現金支付保險1300蚊，錯誤地借記保險同貸記現金3100蚊。第五，抵銷性錯誤，互相抵銷不相關而又錯誤嘅入帳。例如現銷貨品500蚊，但銷貨賬入少咗100蚊。咁啱，機器賬亦入少咗100蚊。兩個唔同嘅錯誤啱啱好互相抵消，所以試算表仍然平衡，但實際上係有錯嘅。最後係顛倒入帳錯誤，即係借記同貸記嘅帳戶調轉咗。例如賒購貨品，錯誤地借記應付貨款賬同貸記購貨賬，揾到錯處，梗係要改正啦。大家不妨 click 入以下連結，就可以揾到錯誤更正嘅課題。下次見。搞掂企會財，隨心學，隨心聽。